发现到爱顺丰林沙嗰条豪宅区，佢嗰嘅花园全部就动态，有乜嘅树啊、花啊，看起來都冇分，我咩到時候有安陽嘅一個太太嘅花園，唔過從我帶到安陽嘅套房地度，咩冇可能真係有一個花園啊！故所我會種一條細細嘅盆栽，比如講種香草植物，像係呀前菜啦、薄荷啊，還有迷迭香一條，還有呀迷迭香嘅香味，聞到一眼就飄到，真係非常非常嘅香。唔過啊，呀迷迭香唔單槍做得拿來看醬披香以外，其實啦還做得拿來做料理哦。接下來，上來俺今日愛拿呀迷迭香來做乜嘅料理呢？聽下來看下愛準備乜嘅材料。俺今日愛來用迷迭香來做呀麵包嘅抹醬，韓國愛做抹醬，聽說愛提醒大家，人嘅食材聽說愛動起，米絲醬會香哦。故所俺今日準備嘅酸呢，都係非常非常齊嘅，韓國特別呀迷迭香，會有非常清香、非常特別嘅米絲哦。故所一下就跳下來做了。之前呀酸的吼，愛老皮老佢薄體，韓國老佢砍砍嘛，一下阿全妹嘅酸的佢見老皮薄體咧，故所就做得老佢重脆。好，迄個亞烏卡有嗰種大脆嘅調理機，唔係做得用呀調理機來用大嘅，安尼會凍結。唔過按今日搶做一啲啲嚟聽聽，故所唔是凍多，唔是用呀調理機打就做得咧。好，一下就老佢切到幼幼。啊，生意哦，切的時間愛生意那個樹，唔好切到誒，愛生意先太肉嘅按樣切啦。繼續再過一擺，因為也愛做抹醬，故所也酸呢，聽說愛老佢切到下幼的誒，盡量老佢切幼。好，差唔多切幼過後，就老佢先放到盤內度烘。好，按用酸內嘅部分就處理好咧。除咗酸內啊，家下有講到愛標乜嘅，還愛幫呀香香嘅迷迭香，呀迷迭香啊，就像阿佢妹家下啲盆栽地都摘下來、剪下來嘅，迄個是講要當場一節就做得按了嘅。綠體有冇？按呢要逆向哦，因為迷迭香按兩張，你要這樣子把它逆向按用了嘅脫體。迄個你唔是脫體咩冇相關，因為像阿佢妹蘇紅也只懂得，然後就老佢放下來，因為呀迷迭香嘅米是當蟲，故所唔是用當刀，一啲啲嚟就做得咧。咩咁樣老佢切到幼幼，咁樣老佢切幼，好，切幼過後就做得咁樣老佢先放到盤內度烘。接下來 enjoy 來打嫩油了，提醒大家呀，嫩油吼愛放到室溫底下，本佢小口誒搖一下，因為迄個是講啲冰箱度烘拿出來佢會凍硬就會有一些嚟打唔入。故所愛放到呀室溫底下，也係講唔做得起微波爐用解凍清洗火，差唔多攞件微波10秒到20秒，短的時間千萬做唔得微波久哦。好，一下來撈嫩油放落去，已經軟的嫩油放落去，過後就開始撈佢按樣打軟來，好，撈佢按樣輕嘛，打軟，好，烤啊。好，接下來我就做得來撈我哋酸呢，韓國迷迭香香料放落去，做得可以看人嘅量愛幾多。再過來放起司粉，咩樣撈幾多落去。
韩国啊，70分已经有一丝丝的咸的，故说再个不用一滴滴的盐就好诶，唔是多哦。好，按样一滴滴的用下去，然后就做得拿呀汤匙，然后去搅搅啊。好，按用搅搅的以后，就做得捞去装起来，用到呢细贴的度，用上去。好，接下来我做那个一种甜的口味的面包嘛，酱哦，有可能我数好拿一个柠檬，柠檬好，其实这个表皮有非常多的精油呀，精油豆香，故说千万做唔得打松体，因为老记好熟下来，老记泡下来，做得准备按用嘅一类泡豆，韩国嘅泡的时间听说爱声音哦，按用柠檬老记黑熟，有冇？老呀柠檬皮。表皮嘅呀精油，捞佢泡下來，好，差唔多，一滴滴咧，唔是當多，按用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有按用嘅量其實就做得咧，做得來不用糖，本呀精油好，浸到呀糖啲度，好，也下來不用糖，糖做得不用下多掉誒。因為吼，也既然係甜的醬，故說也個米絲就會當甜。好，放落去以後就落去逐逐啊，黏黏啊，像安樣。好，本呀糖啊，全部都有浸到個檸檬嘅香味，黏黏啊。好，然後以後，我就做得來準備下熱通作了。下熱通作哦，係呢檸檬愛撈佢，撈水碾出來，故說來撈檸檬切一半，切一半，差唔多用一半的量就做得嘞。撈檸檬水，有啲人講檸檬水，哎呀，嘿，熟到哪裡去有冇？其實唔是啦，就用呀切咩落去，安尼轉一下。檸檬水就出來了，好轉一下，接下來撈呀檸檬嘅鹽，撈去裝體，好，檸檬鹽裝體以後，就會來打亂了，因為古時也係檸檬嘅卵黃醬，古時會用一粒卵，規粒嘅撈去打落去冇相關，好打落去。就用呀切咩撈佢攪攪啊，撈佢攪勻。好，因為也愛做呀檸檬嘅卵黃醬，故說檸檬嘅卵黃醬佢愛當話愛很滑順，唔過當吃鹽會有一些些咧卵嘅嗰種，比如說蛋白呀，會有一啲啲咧一條東西，愛撈佢逼脫哈，愛用呀過濾嘅器嘅撈佢逼脫，倒出去，撈佢過濾一下。好，好，故說就做得撈一啲插質啦，韓國可能有冇總體嘅鹽啊，全部用按樣嘅方式就做得撈佢過濾脫。好，接下來好嘅以後，就做得撈人家香香嘅呀檸檬皮，韓國糖撈佢放落去，好，放落去以後做得撈佢攪攪啊。好，因為也有用上嘅卵，上嘅卵聽錯愛經過加溫加燒，當做得來食。唔過好有啲人用煲嘅來煮，因為也有卵啊，有可能佢煮凍嘅一煮佢就變乜嘅，就變卵化，安樣就唔好食咧。故說愛用呀，天煲嘅低度用燒水，也係燒水，韓國大家做得看到愛幾件用燒水，本佢注意下佢低度嘅溫度幾件係滾嘅嘅情形，就做得撈呀煲嘅用到低度，有一些咧像隔水加熱的方式。韓國愛記得咯，愛記辣哦，冇等下真件會變蒸蛋哦，會變蒸卵哦。記辣好，本佢辣一下。隔水加熱的方式哈，佢也卵，我天天的熟，煮到有一些些咧糊糊嘅情形就做得咧。故所以下就來繼續辣。差唔多3到5分鐘嘅時間就做得嘞。
好，也下做得看到吼，安尼种已经有一丝丝的糊糊，按用扭扭嘅样诶，按用就表示讲安尼种好了，有看到冇？扭扭嘅样诶。好，差唔多诶，就做得留佢拿起来，声音哦，拿起来的时间听错要注意啊，天幕嘅温度动高，韩国也整起啊，咩动手，鼓手大家听错要声音。再个拿佢搅搅啊，半日存下来嘅热啦，半佢散脱。好，搅搅啊！听错爱再个提醒大家，啲个做鸦片料理的时间啦，廿个钟啊，听错爱紧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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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希望啊，真紧会变做真软哦。好，也下差唔多诶，前面爱提醒大家，也乱忘钟啊，爱留佢平起来。平起来要用嘅平，总唔得直接拿起平哦，要用呀保持膜，留佢明点，听说爱留佢明都好好，冇好夹个表皮啊会糟蹋，糟蹋按用看起来就唔正，冇嗰种歪歪咸咸嘅感觉。哦，还有一个步骤可以提醒大家，就是呀奶油爱冰落去，还有那奶油爱留佢冰落去，再个留佢搅搅啊。好。按钮啊，也个钟就会变到动向，非常嘅好食，然后佢搅到溶脱。好，按钮就真紧做得咧，你就做得拿牙保持膜，然后佢贵嘅名的，提醒大家要按用名的哦。好，要按用名，下起带下。按钮全部叠的，有看到吗？听说会按钮名的呢，规个叠的叠起来。好，鼓手按钮以后完全明的，那个呀柠檬酱就完全唔会接触到空气，就唔会糟蹋。按钮冰起来就做得冰到冰箱本去冰一下，安尼就有一样甜的、一样咸的面包嘅麻酱了。哦，真紧，看起来就懂了懂上爱食啦。好，唔过也时间，大家要学起来，我家下教大家嘅两种嘅面包麻酱冇，爱好好学起来哦。唔做得来买面包啊，也系买饼嘅就做得。也下我来好好生我嘅做菜了，拜拜。